招架，唔放棄自己份本。對於你嚟講，仲重要呢？仍舊記得這擁抱的美好，愛有千斤重，衝過無涯的鐵路。其實喺唱呢一 part 之前，你哋咪頭先睇到個 video，咁就好似重溫翻我咁多年喺電影之路嗰個奔跑嗰個努力。咁提名咗10次之後，終於有機會攞出人生打國最佳。